聖誕節就似又是碳水，蛋手打蛋，再加點鹽巴，把雞蛋打匀，再把一半牛奶倒進去，把它們攪匀，再把全部麵粉倒進去，攪拌均匀，剩下的牛奶倒進去後，把所有東西攪匀，倒進杯子就做完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這個粉漿要放冰箱最少冰一個小時。你們前一天先做好，讓它水果也更好。烤箱預約210度開風扇，氣炸鍋溫度我寫在下面。烤盤多一點點油，放進烤箱一起預約15分鐘。麵糊冰箱拿出來攪一攪，熬夠熱早把麵糊倒6分滿，熬25到30分鐘，前15分鐘不要打開頭殼。完美完美有效鋪丁，馬上幫他們脫模 Landy， 看看中間多完美。我先跟大家說聖誕快樂啊！聖誕快樂係啊，咁啊，哇！你睇呢個愛趣來源係啊，成書甜書都正啊，哇！係啊，咁啊，我黐個連聽一派玩啊，哇！好嘞，聖誕節咧玩者，哎呀，咁啊，我都提早放假啊，你們明天繼續上班，拜拜。